よろしくシャシャです。今日去琵琶湖 The Grand Terrace 滑雪，交通方法嚟到 JR 志賀站，載住呢一架巴士，大概15分鐘就可以去到 The Grand Terrace 啦。沿途見到山上面嘅斜坡都有啲雪，對於住喺神戶嘅我，好少見到雪。呢一刻嘅感覺就係個天又藍又溫暖，又見到雪，加上係第一次滑雪，又興奮又期待啊！落咗車之後，職員即刻指示我哋去排隊拎裝備，鞋、衫、褲、頭盔喺度租，然之後換埋就可以上山啦。手套嘅話，The Grand Terrace 就冇得租，山下邊同埋山上面都有 locker 嘅。換完衫之後就去搭登山纜車，上到去先至可以攞板噶。上到嚟拎完板，呢一個就係新手區啦。因為係禮拜六嘅關係，所以都比較多人。喺新手賽道上咗一陣落去之後，就係呢一個位啦，可以搭返自動電梯上嚟嘅。冇錯，我今日全日淨係喺呢個位度試下點樣起身，同埋跌過無數次。呢塊板叫 Step On， 一踩上去就有3點自動棘實對鞋噶啦。幾時先至可以好似對面山嘅人咁樣上落嚟啊？今日天氣真係好好，見到成個琵琶湖咁清晰。睇返呢個圖 ，The Grand Terrace 大概有6-7條俾中級同埋上級嘅賽道。如果要去唔同賽道嘅話，就要搭呢個 lift 上山。希望下次可以挑戰到呢啲斜坡啦。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埋撳埋個鐘仔啊！